讲马甲的师傅吧。有关来鸟一件事情，师傅有其七个看法。你这个做嘛该啊？来了嘞！哎呦，莫上讲啦吼，我下落去问师傅好嘞吼，佢提出有办法哈。来，师傅，师弟佢来了嘞！就会啉水，就会学鸟，也有嘛解啊？哦，错，师傅讲到错。哎，来，哎呀，过来。你又去到呀呢？哇！哦，很好诶，恭喜你哦！哎，师傅放松嘞，恁家己去感谢佢哦。师傅走。安走。师傅，师弟佢冇来鸟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师傅，我做嘛该啊？哎，我晒屁股啦。哎呦，呀，件事情安排就好了。哎，来，不是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师傅。做第一位来鸟，祈祷天公。早知如此，有备无患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